嗱，你認為以下邊一種嘅下顎線咧，睇落係更加有吸引力嘅咧？當我哋講到女性嘅下顎線咧，通常我哋會聯想到一個比較精緻啦、細緻柔和嘅一個輪廓嘅。嗱，但係從解剖學嘅角度嚟講咧，下顎線係有個具體嘅比例嘅。嗱，有研究發現啦，女性嘅下顎嘅角度咧，大概就係126度，男性咧係大概差唔多128度嘅。但係美學上嘅一個吸引力咧，唔係單靠角度去決定嘅，更加重要係咧成個嘅一個比例。嗱，有研究去指出啊，具有吸引力嘅女性嘅下顎寬度咧，同顴骨嘅寬度咧之間嘅比例，大約差唔多就係0.83左右嘅。呢一種嘅比例咧，通常會俾人聯想到咧比較柔和啦，有一個女性嘅感覺嘅一個心形面嘅。嗱，我哋 PG 研究美學科技咧30幾年嘅啦，我哋發現咧好多人隨住年紀嘅增長咧，下半邊面咧開始會皮膚有啲鬆弛啦，其實係筋膜支撐下降啊，軟組織下降令到下顎線咧變得開始有啲朦，視覺上咧就會睇到更加闊嘅啦。所以其實好多時候咧未必係一個骨架嘅一個問題，而係個輪廓支撐力下降咗。嗱，如果輪廓重新變得更加緊緻，整體面部嘅比例咧就會更加接近一個協調嘅狀態啦。